今天9月26啊，9月24啊，今天9月24号，安尼礼拜日啊，安尼礼拜上个礼拜天来的，收惊的了嘛。 刚刚在路上，就是下营往中营的途中，我看到那个慢跑的呢，背着妈祖的神像在跑呢，活动叫妈祖环台呢，妈祖环台啊，祈求平安的，祈求新冠肺炎疫情不要扩散，不要扩大，早日结束。 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井？